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日本的奥运拄结束，真侪人真欢喜，伫咧讲到日本这边对台湾有够友好。台湾的选手去到日本的时，到处拢会当看到一寡日本人有做的标语。日本各地全力为台湾的选手加油，日本加油，台湾加油，台湾加油，日本加油。这边所在就伫真侪状况，咱会当看到日本甲台湾怎结斗阵。这个真侪现代的人拢认为日本对台湾会当这么亲密，纯粹是为着善于日本出那物地动，然后引起的大海啸，然后引起的核能电厂的爆炸，这个大灾难，台湾变做全世界上紧，搁为着日本官员上侪造成日本人对台湾这款唔满有的友好的心境。我想对，这伫近代是安尼无毋对，但是我要提起的一项是。台湾人甲日本人的感情，迄个起码是甘伫即马才这么亲密吗？台湾人为什么会伫日本拄着大代志的时，然后台湾人不惜一切，大力为着日本捐献救助，走对着全世界第一名去？我想这个背后有伊的原因。过去台湾为着全世界做所在所付出的心血，台湾人的慷慨挺心，迄个是世界出名。不过咱对照日本拄着大代志的时，台湾人的出力，甲即马中国嘛拄着一连串拄着大代志，台湾人一线五厘拢袂堪得出。为什么？日本人对台湾人的挺心有感觉有回应，中国迄边遐对台湾人的挺心一点就当作拢是应该。台湾人为着因做搁较侪，献搁较侪，出来搁较侪，因拢感觉台湾人是应该，因为恁是属伫中国，恁为着中国所做的是应该。久了后，台湾人对因的灾难就无有任何应该有的反应了，迄就变做真歹势哈！恁的灾难，阮只有伫远远的所在替恁唔甘，因为这个才伫咧讲到人甲人、国家甲国家，要按怎样通过不断的互相，然后直行对迄个真亲密的关系，然后起造一个真水友谊之邦，这个敢有可能？大家三甲努力。日本当因伫咧发展帝国主义的时，咱也回想第二次大战，日本侵略东亚，无论是中国、韩国、缅甸、菲律宾、印尼、新加坡。到处日本军去到去的所在，伫遐对因当地的人民，若有任何的反抗，拢造成真大的杀戮、杀害。伫1930年，台湾真出名的一个武警事件——莫那鲁岛，迄个事件伫国际原来产生一个震撼。因为日本人为着要互这原住民赛德克这原住民投降，因竟然开飞行机用毒气毒杀迄边遐赛德克遐个族群的人。1937年伫中国南京大屠杀，1939年伫华北发起三光运动、三光政策。讲杀光、抢光、烧光，这是日本军无论到伫什么所在，因的手法拢互人感觉真残酷。1941年伫巴丹有一个真出名的残酷的故事，是死亡行军。
7、8万人的美军甲菲律宾人，已经伫战乱的中间幺蛾破边真多，然后佫互因行100外公里，无啥物互因食，无啥物水互因，然后伫即个行军的中间死足侪人，然后倒落去，有一寡人就受枪弹掉。1942年新加坡大屠杀，1942甲43伫泰国缅甸泰缅伫咧起一个铁路，迄个叫做泰缅死亡铁路，后来互拍做过河大桥，迄拢是真残酷的日本军伫遐所为着因要占领亚洲所做出来一系列大屠杀，包括1945年伫马尼拉菲律宾马尼拉的大屠杀。例如我伫即个遮咧讲这咧讲啥物？啥事日本人伫二次大战留落伊的脚去到去的所在，遐侪痛苦、哀伤、疼你性命的毁坏，造成当地人到即卖为止对日本。讲到日本就恨得牙痒痒的，独独日本军统治过的所在，敢若伫台湾，引起台湾人对日本军的、对日本政府的敬爱、怀念、怀。今仔日我要借用8月第3主日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会所定教社主日去趁这个时间，我要来甲咱来分享一寡教会所留落伫这个土地、伫这个国家，为着久长国家人民的性命安全福利，然后教会所做的一寡代志，这伫政府的资料、伫民间的资料找袂到，但我嘛已经有年纪啦。我明年我就替你归募集一寡资料，若无讲，少年的一代毋知外口拢无咧讲，这个代志就会直直无去。不过，诚做一个历史的见证人，我要用今仔日这个时间要甲咱本来比长老教会所有这兄弟，我要来分享这个信息。回想伫1895年，大清帝国甲日本战争，然后死去了，所以就伫马关条约的中间签落去，将台湾挂了予日本去。因为鸟不语，花不香，南昌泥岛的所在，这是对大清帝国的立场伫咧看海岛台湾。鸟不语，花不香，南昌泥岛的所在，无值得大清帝国保留，送予日本去吧。伫迄个时，大清帝国才有一寡官伫遮伫咧治理台湾。结果，当即个马关条约将台湾送予日本了后，伫遮的清国的官、清国官，董景祥、唐景崧、廖永福、屈王甲。因随时将台湾宣布做一个台湾的民主国，意思是因全踮即个遮画地为王，趁日本军也未来以前，因就画地为王。不过无久了后，董景祥、唐景崧，伊就化做老阿伯就走转去清朝去，然后廖永福做第2任的总统，1个月后，廖永福做第2任的总统，就这2个月，伊嘛选了，佫走去。所以，伫迄个清帝国死了后，遐有一段台湾人的自治。总是当这个清国官，因拢走去了后，台湾陷落伫一个群龙无首、放生的状况。那我要讲的是，伫这个中空的时代。日本军要来啦！日本军已经一步一步已经开始伫咧计划要安怎来接收台湾，所以日本政府伊就开始派人入来台湾，然后查考台湾内部各种的情景。
1895年，即句你若有机会登去看台湾府城教会报，台湾府城教会报，全台湾第一份报纸，巴克勒牧师所创设台湾府城教会报。1895年，我顶礼拜我才去查这个资料。1895年，台湾府城教会报遐已经伫咧讲什么？伫咧讲着台湾各地教会的消息，伫咧讲着宣教师伫台湾甲当地宣教师的消息，甲当地牧师的消息，以及东亚战事的报道。东亚战事就日本通伫咧甲亚洲各国伫遐咧战斗，遐战争的消息伫府城教会报。然后拢伫咧报道，原来伫咧报道咱教会所设的大学、中学、甲女中，即个大学、中学、女学，伫迄当时进展，偌侪学生，偌侪收入，逐年不足偌侪。然后嘛伫咧报道南部的基督教病院、北部的基督教病院、中部的基督教病院。遮个状况，所以1895年伫清帝国的时，日本军也未来，宣教师已经伫台湾即个岛屿已经福音传开去啦，教会已经伫侪所在已经普遍设立，病院也有啦，北中南学校甚至到大学、中学。甚至女学也拢出来啦。在伫即个背景的下面，日本军伊慢慢要来接受即个道士，但这就产生一个真微妙，因为日本军入来，清帝国的官方的关系已经无伫遮。日本军入来，唯一是甲本地的人会有关系，但本地人。影响即个本地上要紧的，迄个时的当时的势力，还是上有影响力的是甚物人？基督徒，特别是宣教师。所以，这个日本派来的代表开始就进入甲这个宣教师，然后甲一寡地方的神师，大家人伫咧协调。恁要安怎？敢有可能恁来甲阮合作？然后，互阮会当真顺利来接受台湾，然后莫发生什么大的暴动，莫有什么大的抗争，然后避免什么大更较大无必要的死伤，两方面拢避免无必要的死伤。这个通过侪无共款的北中南因入来，然后甲这个宣教师，因为上有影响力的。北部马街、中部兰医生、南部巴克勒牧师因遮个人，这拢是病院的开拓者，这拢是淡水中学、台南新南医、台湾新南医、这个台南的中营中学、女中，这拢是当时这个国际的老师伫遮。所以，这日本的官员受代表来到伫遮，等于伫咧接触的两条路，一个是地方有名有势力地方的人士，一个是基督教会的牧者甲教会。当这个基督徒，当这个宣教师受到这款的接触了后，要安怎？我今仔日用的一段圣经节。马太第5章13节到16节，遮安尼讲，耶稣讲：恁是地上的盐，盐若失味，怎样互伊搁咸呢？以后无路用，不过风ฮ็伫外面受吞达。恁是世间的光，城坐伫山顶是袂当有满的。人点灯，毋是刻伫斗的下面，是刻伫灯台顶，就会当照光全家的人。恁的光也着安尼照伫人的面前，互人看见恁好的行为，就将一切阳光归伫恁伫天里的爸上帝。基督徒，恁是地上的盐；基督徒，恁是地上的光。宣教师伫即个已经清帝国的官、清帝国的势力已经无去了。
放台湾人伫遮默默受，要互台湾人伫即个遮，伫逐所在拢有一寡反抗的力，反抗日本的力，然后因家己嘛咧组织起来。宣教师伫遐伫咧真担忧，因为因咧保护当地的人。大清帝国都已经帝国都倒落去啊，帝国都拍死啊，何况咱这无组织的民间的组织，恁若直直要死，要用命去抵防迄个无必要的牺牲。宣教师伫咧顾这当地的百姓的性命甲财产，但是这个身份会受到当地的人的误解，所以为着安尼，宣教师心真逼迫。真拉扯啊！日本政府直直派人来，直直说福音，所以当伫即个宣教师甲当时的教会，总啊徛伫迄个真危难的两边，一个是台湾人，咱要安怎保护因？但是保护台湾人，即个台湾人无一定拢会当理解。咱即个动作真危险，会受到台湾本土一个有意识的人坚决拒绝日本。来接受的这些人，因会误会基督徒，会误会教会，然后咱也无甲日本军合作，然后日本军啊真正用武力入来时，所有拢受害，所以这个宣教师就徛伫这个两边的中间，迄个是真困难的一个时代的背景，因为基督徒伫每一个时代，咱要安怎样伫这个时代的中间参与时代。大环境的变动，基督徒伫遐伫咧最光最严，然后通过咱的好的行为来归荣光伫上帝，这是你甲我咱就常常爱思考的事。OK， 马偕博士迄个时，1895年，伊拄转去加拿大，听后伊转去。休困一段时间，转来了后，嘛是1895年年底，伊接到的是北部教会真侪基督徒已经受杀害，后受当地的人杀害，后受日本军入来杀害。基督徒处于一个真麻烦的一个身份，因为本地台湾人袂当理解，就糟蹋基督徒，掠基督徒。毁坏教会，日本军伫迄个过程的中间，也用因的强暴，所以马偕转来到伫台北了后，伊随时去召见乃木大将军乃木希典，然后佮甲日本的总督见面，甲因好好啊伫咧讲，毋通用暴力。请日本政府要安怎用更较好的方式，敲找一个互双方拢会当较温和来过渡行过。日本政府伫迄个时嘛也阁通过伫北部的高显营、辜显荣先生地方的绅士，甲李春生长老，这是基督徒的生理人。然后透过因伫咧努力北部迄边遐，大家人要安怎努力，会当帮助日本安全入来接收台湾。然后伫南部，日本政府佮通过因的压力，然后一寡南部的地方的绅士、地方的名望的人，因开始因心内嘛会惊，因为日本军啊拍入来了后。因的性命、财产、生理，一寡遮残垣厝体，可能拢受毁坏。所以这台南的日本这地方的人士就去找巴克的牧师。巴克的牧师伫新南院，巴克的牧师以外，也阁有宋中坚牧师，这拢外国人。所以日本军就甲因这地方的绅士甲这宣教师然后佮甲大家人伫遐咧参详了后，因就去甲日本的代表讲，所以无论是南部，无论是北部，开始拢通过这个宣教师甲当地的人嘛甲宣教师，大家人当啊直咧敲切，
要安怎样减免日本的暴力的治理用暴力入来占领台湾的这个办法。所以后来协调了后，这个宣告书大胆对日本的官员提出4个要求。阮欢喜冒着性命的危险，欢喜冒着互当地台湾的人误会的危险，这个是为加阮欢喜担。但是有4个条件，望日本政府会当正式甲阮接受。第一，用新书的方式治理台湾，用新书君主的方式治理台湾。第二，都要提高人民的教育甲卫生的水准。咱知影伫迄个当时，台湾的教育，长老教会伫全台湾伫咧推动对文盲、推动白话字运动、推动正式学校制度的读册运动，当地的人也阁真普遍地反对。所以一段真长的时间，叫因来读册，入个家庭拜托人送伊个子女来读册。宣告书这边这个都要阁补贴因的工资，因为恁的囡仔若去甲人工作，一礼拜偌济钱，阮互你，但是互你的囝送你的囝来读册，伫咧推动这个文字教育，规定真辛苦。迄当时的台湾的卫生，无论是传染病也好，马拉利亚也好，真普遍存在，通拖真多。所以第一，用君主的方式治理台湾；第二，提高台湾本地教育甲卫生的水准；第三，确实用心建设台湾；第四，增加基督徒官员的比率。恁日本若要派一寡官员人，一定爱派官员来，但是恁派官员来，基督徒的比率。请恁增加基督徒的比率，因为来到伫台湾的时，差不多拢日本人甲咱这个接触，拢是甲教会界的接触，甲这个宣教师的接触，所以请恁派一寡加派一寡基督徒的官员来，这个4个用君主的方式治理，提高教育甲卫生。用心建设台湾，加添基督徒官员的比率。宣告书是伫迄个真不得已的下面，真正日本政府提出这4个要求，真挣扎。但是到最后，因看做，若卡使要放互遮个台湾人民私下去抵抗，不如咱就。好好甲本地的人做安抚，说明互本地的人知影，咱的军事，咱敢若靠咱家己无够力，迄个顺化会真重，不如咱大家来努力找一个会当得到安全，因对方来嘛袂当对咱伤过残酷，迄个方法，所以。因就伫即个情况下面，到尾北部高显英先生等等甲一寡当时的人，包括有一寡教会的人，伫北部甲台南，伫巴克的牧师、宋中坚牧师因一寡甲地方的遮个头人，逐个人开城门。迎旨日本军入来，对迄个迎旨，互因和平来接收。对遐教会甲基督徒，侪所在受到各一波的杀害，因为地方开始伫咧传，拢是遮个基督徒甲正做间谍做内奸甲敌人合作。所以迄是一波真危难。不过，
当这个代志安尼过了后，虽然可痛的事伫侪侪所在零星也阁会发生，不过君主的方式伫你台湾，有日本人有做到，努力做到。虽然也阁有一寡所在发生问题，提高人民的教育甲卫生，用心建设台湾。我想伫50年了后，咱会当看见讲，为什么？亚洲遮侪侪受日本统治过的所在，有真侪大屠杀的故事，有真侪痛恨日本人的记录。台湾到尾啊，咱50年后，咱看见的是啥？伫日本治理迄段时间，咱台湾诚做亚洲上优秀的一块宝石，教育水准上悬，女性的意识、女性的社会地位，全变做亚洲上悬。咱的家户户每一个家庭真注重卫生，假使家庭的卫生若无好势，警察就来质问，警察就会抓会拍，所以。伫迄个台湾开始伫迄段就无迄个较配随便担配烂随便担物件，无伫日本治理的迄段时间，台湾人的教育，咱咧讲到伫温哥华，咱会记得啦。若有机会去 Stanley Park，Stanley Park 内面有一个真好的餐厅，伫迄个餐厅面对海的，遐有一个bench， 遐有一个长椅啊，迄个长椅啊顶面贴一个。Dr. 阿信菜，Dr. 阿信菜，台湾，这个是个纪念蔡阿信医师。蔡阿信医师是咱台湾第一个女医，蔡阿信医师是咱台湾第一个去读哈佛入去哈佛大学校园的人。蔡阿信医师第一个伫台中去真大的妇产科医生。蔡阿信医师伫咱 VTBC 温哥华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做礼拜过。蔡阿信医师伊一世人艰苦的人生，甲基督教会、甲宣教师脱离不了关系。所以教会多伫迄段时间，甲日本政府有一个真好的关系。然后日本政府真正努力注意社会的治安，所以台湾人伫迄个时间，伫迄个年代，伫阮细汉的时，无人伫咧关门，无人伫咧串门，家户户暗时要困，门拢开开，迄是我细汉的时也阁有。所以无论伫卫生、伫社会治安，然后咱的稻啊，台湾的稻啊，迄种日本时代培养出来。台湾毋若稻啊，要为着稻啊的这种作迄个水沟，你无论伫倒位伫咧种田，水沟就自然开到遐去。有一个讲话，有一个话安尼讲，台湾的水沟，伊的长度会当，伊若加咧会当走去到月亮去。你看到台湾伫日本政府治理的迄段时间，真正伊的基础教育、伊的水坝、伊的桥梁、伊的交通。台湾发展迄个甘蔗、糖业、酵素工业的基础，然后伫日本治理的迄50年的中间，读过日本册，互日本治理过的人，有迄个日本人的迄个气质，迄个坚持，日本人迄个讲话算话，做啥物代志真注重卫生，真注重整齐，真有特殊，真爱体面。迄个伫日本时代培养出来，迄个公民有伊真特殊。即摆呢，后来国民政府来了，这拢佫直直无去，是即摆后代现代这个教育直直提高，咱才佫直直受培养出来。注意一项，伫二次大战的时，日本军无论去到伫什么所在，日本军打过的所在，韩国、中国、菲律宾、缅甸。日本军打过的所在，烧真侪教会，拆毁真侪教会，独伫台湾建设真侪教会。我即句当我伫咧甲即马台南新南医，我要
准备这个工厂，我有淡薄仔消息是要搁做一个查证。后来我有甲吴忠明牧师，就是台南新娘医院的院长，阮两个好朋友做一个对话。我有甲伊讲，日本人留落来，日本人大战败，1945年大战败了后，日本人交真侪教会予台湾。我请伊徛伫学术单位，请伊会当替我搁查一下无。后来过段讲，伊随时予我，伊讲吴牧师，我新南医即句拄仔有一个日本教授伫遮，伊研究的伊博士论文拄仔是写日治时代台湾的日本教会，日治时代台湾的日本教会，尤其读个迄落教授，然后通过即个伊予我来讲着伊整理的。伫1945年，日本投降了，留予台湾的日本教会，台北的济南教会顶顶有9间，北部有9间，嘉南有4间，日本圣教会，新竹日本圣教会顶有2间，台中民族的教会顶4间，嘉义三明教会顶3间，台南民族的教会顶7间，高雄高山教会顶5间，屏东中华路教会。花莲日本圣教会顶2间，宜兰日本圣教会顶2间。各位，我要讲的都伫遮，这拢伫咧印证。一寡遐年老的牧师，因要过身以前，因甲我讲，还是留落的文件，即摆已经拢找袂到，嘛无人咧纪念。我已经要退休，我有责任搁甲遮搁重述。即个有得到遮学术界的人的印证。你要看日本到即摆也。日本的基督徒到即个也无1%，啥事因伫100多年前，1945因投降了后，因会当留遐尼侪日本人的教会。日本人的教会意思是啥？是日本派真侪传道者，派真侪牧师来到伫台湾，伫咧日本人传道理。是日本派因的牧师传道来到台湾，有日本人的教会。讲日语，日本的遮个当地的官员甲因的家属伫咧传道理，所以安尼来讲，宣教师的话是真，日本人后照安尼去做，加派一寡基督徒的官员来台湾来带阮，来陪阮，所以。这是50年后，听后因投降对1895年到1945年，拄50年。50年投降了，因将遮个搁交转来互台湾的时，咱看见台湾的建设、台湾的教育、台湾的卫生、台湾人的品格，甲因遐的汉人无啥相像，甲其他遐国家。亚洲侪侪国家啦，无啥相像。然后你看咱的老辈，若讲到日本，拢是欢喜，拢是羡慕，拢伫咧甲咱遮下辈伫咧讲起。若阮日本的时，日本政府的时，怎样好，怎样好，怎样好。这是一个真特别，但是遮已经直直过去。即摆在讲到冬奥的时，真侪少年人咱甲日本真好，就跟日本甲咱真好，咱是就拢是为着311苏拉米的代志，无，这是跳跃一个年代了后，所以即个背后毋通袂记得，这宣教师当时的基督徒伫迄个真复杂的环境的内面，因真正有照耶稣的话，伫挣扎的心境的中间。因也搁伫咧通过耶稣的话讲，咱是地上的盐。咱要安怎样伫即个腐败社会中间，整个政治社会腐败，但是咱要安怎样做光做盐？通过咱的好所行，留落侪福气，或者当地的人。恁的光也着安尼照伫人的面前，互因看见恁的好所行，就将一切阳光归伫恁伫天的爸。各位。我阁将即个阁刷来到较近代，咱咧讲到台湾甲美国的关系。伫1970年，台湾因为美国
甲中国建交，然后全世界直直爱台湾留伫联合国。蒋介石总统、蒋介石先生伊坚持汉贼不两立，只要联合国若互中国入去，因绝对是退出台湾，无第二句话就是退出。伫迄个时，台湾的基督长老教会伫1971年12月，咱就发表一个国事声明甲建议，来讲到伫即个大环境的时，虽然台湾的政府坚持要退离开世界的组织，但是教会长老教会有责任提醒全世界，台湾的命运爱互台湾的居民有权利来选择。台湾的居民的人权，台湾的居民要有权利，国际袂使直接介入，国际替台湾人来处理，这个是不对。这是长老教会伫1971年、1975年发表一个我们的呼吁，我们的呼吁。我们的呼吁是针对迄个时，蒋介石的政府开始特别消灭地方的语言、原住民的话、客人的话、闽南话。所以就大力伫全台湾的教会白话字、台语的圣经总收，台湾教会公报总收，甲咱摕去放火烧。这拄伫宋楚瑜做新闻局长的时，所以宋楚瑜不管伊偌优秀，伊伫台湾留落这个记号。所以伫迄个背景的下面，咱的上帝的话互烧。台湾教会公报100多年来把迄个所建立的啥尼要紧的报纸，互人收，互人禁。所以咱就发表一个我们的呼吁，请国际斗相共，嘛呼吁政府的确爱尊重宪法所予人的宗教、语言各方面的自由，这是宪法所确保的，请政府都要照安尼来行。1977年，长老教会阁发表人权宣言。人权宣言就是咧讲，着阁一摆伫咧呼吁，对内甲对外伫咧呼吁。台湾1700万人，台湾人的命运要由1700万人来决定。请全世界国际帮助台湾伫适当的时间建立新国独立的国家。我想，这个话伫迄当时，原来造成台湾社会，包括台湾的政治阶层的人，对咱长老教会甲对基督徒的真大的迫害甲无谅解。不过，咱秉持这款的基督徒为着照顾上帝的百姓甲上帝予咱的土地的精神，咱要努力伫一个真复杂的环境下面，继续做光做盐。咱要留落一寡历史疼心的脚迹。为着疼土地、疼人民，我欢喜受苦，我欢喜背这个十诫，我要跟耶稣的脚步行。虽然恁无理解我，总是我也阁要安尼继续坚持落去。所以这3摆的宣言，为着这3摆的宣言，虽然倒来真多反对甲无谅解、打击拢来，但是感谢主，咱得到美国移民伫美国的基督徒，移民伫美国。这乡亲甲所有的台湾人的社团，以及伫台湾人伫美国所建立的教会、台湾教会，然后这些人拢通过这个机构、这个团体，然后咱甲美国政府伫咧发拍件，咱较游说团，咱通过教会的关系，咱通过国际的关系，咱通过各种的组织，咱直直咧影响美国，所以。这3摆的宣言就影响到伫1979年，美国制定台湾关系法、台湾关系法。台湾关系法是美国的内法、国内法。然后这个美国台湾关系法伫遐有确认一项，每一年台湾移民到美国的人数2万个，甲整个中国10几亿个人移民到美国同款，拢是2个。这个依据。所以台湾无互伊吸入去，台湾是独立伫中国以外，因为咱有受到台湾关系法的保护。这背后
有真侪台湾人、台湾的基督徒、台湾的教会甲组织，咱直咧努力这项，包括1982年对台6项的保证，1982年6项对台6项保证，这个拢是咧讲到基督徒，也是基督的教会怎样伫咧影响美国。OK， 咱即马佫讲倒转来伫台湾，伫台湾甲日本，日本伫近期甲台湾佫一摆遐尼亲密起来。李登辉老总统，基督徒，苦世界大赛，基督徒，拢是真好的基督徒。然后伫日本结连日本遐真水、真有心的台湾的精英，逐个人不断对日本的政府建立真好的关系。所以今仔日我的讲题是台日亲密甲基督徒的光盐的作用。虽然伫侪无受谅解的背景下面，基督徒也搁伫遐伫咧努力，想办法伫困境中突破，想办法要安怎甲当地的资源三甲连结，然后逐个人三甲竞斗阵，基督徒一定爱亲像一粒马落伫地里来死。安尼意思是，基督徒毋通诚做独善其身。基督徒你的确都爱参与伫人、伫人民、伫团体。基督徒爱甲人三甲落去交架。伫迄个中间，咱要发挥基督徒的价值、基督徒的想法。咱要将上帝怎样疼这世间每一个人，上帝要安怎样通过，要安怎样互人，因为咱得到福气这款的信仰的理念，咱带入伫人群的中间。温哥华所有驻听的朋友兄弟姊妹，恁伫温哥华，恁伫 Burnaby， 有一寡人参与伫政治，有一寡人参与伫生理场，有一寡人参与伫社团。拜托，你得到一个使命，迄个真要紧的使命是啥？每一个基督徒伫这个时代，每一个基督徒伫这个时代的社区的内面。你通过参与，然后伫咧改善这个社区，互因若亲像有基督的香味，上帝的国临到伫地呢，亲像伫天呢。上帝的国、上帝的义，通过你来展现。你若无参与，你就无法度公用。对宣教师真困难，但是因嘛选择参与。对长老教会这个先辈真为难，伊嘛是冒着性命的危险参与伫遐为着义受苦，总是耶稣讲为着义受苦的人有福气啊！通过这个教会甲社会纪念主日，我要带你讲，咱三甲来，咱三甲凭着咱的信仰，伫上帝的神的引带，伫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带领咱向前行，为主做光灯，照伫黑暗的时代，同心来祈祷。主，我们要搁一摆，多谢你，多谢你伫每一个时代，差遣你忠实的奴仆，伫时代中做使者，伫时代中做光做盐。伫时代的中间，困境是总是也搁伫遐伫咧表明因对上帝的疼，对土地甲人民的疼。有时无受谅解，总是通过背十字架的过程，后来就得到更较大的荣光。愿主保守帮赞，嘛搁呼召这个时代。每一个基督徒无倒闪这个责任，每一个基督徒是对主耶稣基督勇敢背起达至十字架的人。愿你帮赞，互阮无论伫什么所在，拢会当成做一个有责任、有担当、肯背十字架，真正会当落地生根，结识侪有结好果子的基督徒。祈祷感谢，靠主耶稣的名。